其實我一啲實力都冇，我係偶像派嘅。大家好，我係白賴，三位，今日係我哋亂瀨嘢嘅第一集同最後一集，知我咩料啦？所以我哋今日請到嘅嘉賓就係我自己白賴。白賴又稱白賴，身高177萬微米，年齡擺喺度。原來佢做 YouTube 之前，竟然喺紐約電台做過 DJ。Hello， 白賴，聽講你以前做過電台 DJ 喎，呢個故事好似唔係好多人知喎。係啊，所以今日咪懶係嘢咁出條片同大家講下咁咯。鏡頭嚟到咗2011年，踎喺紐約嘅雙失青年白賴已經開始喺 YouTube 度搞三搞四咁啦。YouTube 雖好，但係當時佢並非主流媒體，所以根本係搵唔到食嘅。兩頭唔到岸嘅白賴就喺某日無意之中發現咗紐約嘅華語電台請 part-time DJ。哇！知唔知有幾多大明星都喺電台度出嚟啊？黃子華都做過啊！而且呢份工係散炒，咁我咪可以一邊賺生活費，一邊有時間嚟做 YouTube。呢個仲唔係我呢條金輪化身成龍嘅風雲地？於是我就遞表見工啦。係啦，呢個紐約華語電台主要有廣東話同國語兩條頻道，仲有個電視 channel 添。而辦公室就喺華爾街嗰頭，咁計落我都算喺華爾街撈過下噶。面試我嘅嗰位叫做費事開名啦，就叫北哥啦。北哥係 DJ 嘅頭。面試呢就簡單到只係循例咁問咗下我啲喜好，就歡迎我聽日翻工啦。咁簡單嘅咩？莫非我真係咁吸引人，連面試都唔需要？其實原因就係咁簡單。因為紐約華語電台完全係一門蝕本生意，本身華人就少啊，聽電台啊更少。如果話電台係夕陽啊，咁啲聽眾更加堪稱深夜添。所以請 DJ 純粹只係需要有個人識講廣東話，維持住最低標準嘅運作 ，keep 住電台嘅牌照就得啦。而事實上，除咗幾個主要負責公司運作嘅文員之外，其餘全部清一色 part time， 包括所有嘅 DJ。我後來仲聽講，呢間電台最賺錢嘅部分，竟然係出租場地俾西語系電台用。而我嘅人工係8蚊2毫5一個鐘，另外再補多個太早起床嘅津貼15蚊。嗱，我一陣間會解釋。而同期老麥嘅最低工資好似都有10蚊以上嘅。咁你知咩料啦？喺簡單同人學習之後，我竟然馬上就被推咗上去做電台一線節目嘅 host。莫非我才華真係隱藏唔到，一出道就俾人發掘做主角？但係背後嘅原因令人落淚，因為呢個一線節目叫做非常早晨，正如其名，係朝頭早7點到9點非常老練咁早晨直播。計埋準備啊，同埋交通時間呢，一般人通常都要5點幾起身嘅。正係因為咁早晨，呢個節目係根本冇人想做嘅。但係由於7點到9點係電台最高收聽時段之一，因為通常都係揸車翻工嘅人先會聽收音機嘅，咁所以又一定要有人做。嗱，老老豆豆啦，其實我都明知呢樣嘢係吃力不討好嘅。咁但係都真係好想捉住呢啲僅有可以表現自己嘅機會，咁所以我都係接受咗。於是就開始咗我朝7朝10，係啊，一日淨係翻3個鐘頭嘅 DJ 生涯啊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我哋先上第一道菜，我嘅係日式山泉水熱泡黃金油炸麵，你嘅係和風高溫初泡信主風乾爽脆麵，請慢用。做乜變咗智雲飯局嘅？都係講翻正題啦。非常早晨呢個節目簡單講就係報新聞。個節目嘅大概流程係輕鬆講新聞，廣告括弧乘以4，然後整點主播級認真報新聞加天氣交通，然後再重複呢個流程一次，最後喺節目尾聲播翻少少體育新聞就搞掂。
同我一同主持嘅係一位善良嘅大叔，叫慣例唔開名啦，叫圓圈叔。佢又主要負責編輯整點新聞稿同交通報導嘅。輕鬆講新聞部分呢，通常我哋會去香港嘅即時新聞網站度搵啲美國同大中華嘅熱門新聞，然後就同圓圈叔你一句我一句咁吹吹水，討論下佢咁。個對話模式大概係好啦。非常早晨，繼續喺2011年11月11日早上7點03分呢個朝頭早，透過大氣電波同大家見面嘅。見乜鬼面啫？你又見我唔到，我又見你唔到。咁仍然係有我咩賴？咁當然啦，我係唔會用白賴呢個名噶啦，同埋圓圈嘅。大家早上好。嗱，咁尋日較早時呢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呢就專機抵達咗夏威夷，嚟緊呢就會出席呢一個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啦。有時遇着呢啲好翹口嗰啲咧，寧願讀慢啲都冇讀錯啊。係啊，胡錦濤第一日嘅行程都相當滿嘅，就包括咗會同美國商界代表會面，咁之後仲會同總統奧巴馬進行呢個雙邊會談嘅。嗱，呢度要稍為講一下華語電台有啲有趣嘅守則，例如整點一定要報台名，否則嘅話就會俾政府罰錢。講到大陸呢，前面一定要加中國兩字，因為呢度係美國，默認嘅大陸呢係美洲大陸。朝鮮要讀成朝鮮，普京要讀普廷。如果有時開唔到咪嘅話呢，就要不停出自家節目嘅 promote 同 jingle 嚟攝時間，但係絕對唔可以播歌同出廣告。嗱，呢個輕鬆講新聞一節呢，大概係10分鐘咁上下，跟住就要出廣告啦。廣告通常係另外一個部門提前錄製嘅，每節就已經固定好晒，具體就交俾 DJ 自己分配時間播放。啲廣告通常係好 local 咧，例如唐人街有啲咩餐廳要開張啊，或者報稅去邊間會計師樓咁嘅。為咗出呢條片，我最近仲去聽咗下，多咗好多賣山墳神主位嘅廣告添。啲廣告嘅風格大概係咁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大鑊茶餐廳正式喺乜街開業啦！新帳期間每買一杯凍檸茶，就賞一杯熱檸茶，仲唔快啲嚟試試？然後如果時間搭正整點呢，就要出呢個整點新聞報道。基本上就係我同圓圈叔一人一段，用新聞主播腔報道圓圈叔之前準備好嘅新聞讀稿。大概係咁嘅樣嘅吓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抵達夏威夷，準備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。咁上下啦。大概4段新聞之後呢，就我播下天氣，圓圈叔報交通，就咁完結。我係 host 嚟嘅，即係負責推咪嗰個，咁所以就要一邊做 DJ， 一邊負責睇時間、推 panel、出廣告等等。咁所以朝頭早呢2個鐘節目呢，其實係非常緊湊嘅。9點一到就有另外一個 DJ 嚟主持另外一個節目啦。咁所以呢個時候呢，理論上我已經係收得工噶啦。不過我諗係電台高層見到呢個位咁鬼辛苦，但係先計得個2個鐘人工。咁所以就俾到1個鐘頭我喺旁邊 hea 下，再加埋之前講到嗰個太早起床津貼作為補償啦。咁之後呢，後來我巔峰嘅時候呢，禮拜6仲有一個頂替人哋嘅時段，係講下科技類啲新鮮嘢咁噶，都叫做係我自己嘅節目噶啦。咁但係始終華語電台嘅前途呢，就一眼望晒噶啦。不過曾經係開班授課，想提高下我哋一班後生 DJ 嘅能力。咁但係呢 DJ 多數都係為興趣而非專業，咁所以呢個課程都無疾而終。電台嘅老頂啊，仲曾經喺大班議度同我大方承認加人工咧就冇可能，所以都冇諗住會留到人。咁我又試過為咗揾多啲呢，就接埋一啲電台嘅 remote 街 show。去幫人遠距離透過電台直銷嗰啲中華通變遠之類嘅無聊工作。適逢幾年後我 YouTube 咧又略有起色啊，咁我就鼓起勇氣辭職啦，帶住電台俾我嘅經驗同哪裏來的自信呢，就嘗試去香港面試商台。係啊，就係馬路的士嗰個交通報道員嗰個位啊。
喂，面試嗰日仲撞到森美添。不過後來商台都冇咩音訊，咁所以就唯有繼續行 YouTube 呢條不歸路啦。有關商台面試 DJ 嘅故事，喂，可以開埋課金會員睇埋佢啊，就喺呢度啊。係啊，咁你知我幾等錢使啦，家陣。好啦，咁今集嘅戀奶嘢時間又差唔多啦，我哋山水有相逢啦喂。